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28，咱们做伙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7章25节到40节。关系在息怒的问题，我无对主得到什么命令，不过做一个得到主的怜悯，诚做通信任的人。我提出家己的意见，考虑目前艰难的处境，我想人保持现状是较好。已经娶某，毋通想要自由；还未娶某，毋通想要娶某。毋过若娶某，无算犯罪；少女若出嫁，嘛无算犯罪。不过结婚的人为家庭生活中会拖累。我较爱恁免拄到这款代志。兄弟姊妹，我的意思是，时间必经啦。你当以后有某的，就哪准无某；得哭的，哪准无得哭；得欢喜的，哪准无得欢喜；买面的，哪准无得到半项；插世间事的，哪准无咧插。因为这世间的现况得过去，我爱恁拢无挂虑。无娶某的人关心主的事，看要安怎互主欢喜；娶某的人关心世间的事，看要怎样互某欢喜。煞分心，无嫁的查某人也是少女关心主的事，是要互身躯甲心灵圣洁。不过嫁翁的查某人关心世间的事，看要怎样互丈夫欢喜。我对恁安尼讲，是为着恁的利益，毋是甲恁约束，是爱恁做合意的事，通全心一意来服侍主。老人订婚了，决定无要娶，后来因为情欲强，袂当控制家己，为对未婚妻且做出无合意的事，伊就结婚。安尼做毋是犯罪。不过伊若毋是因为外来压力，是出自家己的决心，阁会当控制家己的意志，决定无要甲未婚妻结婚，互伊保持在息女的身份，伊安尼做是好。总讲，甲未婚妻结婚是好，无甲伊结婚阁较好。丈夫要活地的时，查某人无自由；丈夫死了，查某人通自由甲合意的人结婚。不过，只有通嫁互信主的人。伊若无过嫁，是较有福气。这是我的意见。总是我想，我嘛有上帝的神的指示。保罗面对伫当时信徒的处境，因为济混乱、淫乱的代志，阁感觉末世拿来拿往，所以保罗劝勉因哪会通无结婚，会通守独身阁较好。总是若情欲发动，也是爱结婚，较袂伫遐
来做无合意的事。对伫今仔日，咱伫婚姻的中间，咱有婚姻的结合，是诚做咱服侍的帮衬，也是服侍的阻碍。咱伫生活中间会通持守婚姻的约，对彼此来忠心，来守尽责任无？保罗的勉励，互咱搁一遍得到提醒，互咱伫信仰的顶头会通坚固。也亲像当时哥林多教会面对的处境，保罗勉励因爱伫信仰顶头来忠心，也伫婚姻顶头来忠心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会通下伫伊的心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